这个全台湾的幼稚园今仔日恢复上课，因为老师拢已经有注意防射，家长总算是松一口气，安心甲囡仔送去上课。上届乎幼稚园头大的是配合着防疫，这个囡仔人数都要降减一半。家长是小侪来报名，除了警消医护人员的子女会当优先来入园之外，也有其他的双薪家庭嘛，拢要甲囡仔送去幼稚园。这个人数伤多，要安怎才好咧？有这个幼稚园规矩，甲囡仔分组，互因轮流来上课。早上挖得起来吗？很困难，我也很困难。还没有醒，你知道吗？站着睡这样子。妈妈，你开心吗？也可以把他送来上课了。我觉得如果疫情现在有稍微比较缓解一下，真的是让爸妈也会觉得比较稍微解脱一点点。你跟他绑在一起2个月。你说困兽之斗的部分吗？对。他也没有人可以陪着玩，因为我们就一个，所以真的是有一点辛苦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真正有辛苦，既然老师拢已经有注意防射，那呢大人就免搁甲囡仔订过基安。所以那时候听到要复课，开心。举手报名说拜托，那个我们要报名。爸妈比你们更想复课就对了。爸妈真的非常想复课，每一个人都想来。大人阁袂使欢喜了伤早，因为幼稚园的防疫规定，到部长才公布，幼稚园上课人数敢若剩一半尔。这时阵来这步，哪咧园方要安怎？分组跟分流，然后事先告知，这样才不会造成他们在安排人手上有问题。这样，我们预计大概1周来2天。中心上课了后，教室内面是采取每回做一班30个人，加算算的剩12个人。测一下你的安全距离，你的手打开开，好，你的手要开，然后看看你跟旁边的人过去一点点。大家拢乖乖喷酒精，乖乖伫咧小隔板内面食点心。甲囡仔已经绑2个月啊，全台湾的大人拢希望讲，好这囡仔赶紧去读书。我已经被他们虐待快2个月了，真的。这是带囡仔家长普遍的心声。